紧张，刺激！即马台语落甲准结果个比赛，搁剩无几题就当知影啥人才是胜利者咯。咱紧来看后一题，题目是啥物？请问真啊久、落甲久、7星久啊，敢是海洋生物？毋是，真啊久、落甲久、7星久啊。因的名虽然有久，不过伊甲海底内底海龟是无共款的，所以毋是海洋生物。回答甲真正确。刷落来，上尾一题，蜘蛛敢是昆虫？大姨咯，这题你袂晓啊吼！我来甲你讲，昆虫就是有6支脚的虫，就叫做昆虫，亲像是鸭、落甲龟、7星龟啊，这拢是昆虫。其他若毋是6支脚的虫拖，就袂当讲因是昆虫哦。亲像是鸭缸，也是豆粉啊，因就毋是昆虫。蜘蛛有8支脚，毋是昆虫。是的，即摆咱就来公布这摆比赛的结果是平手，2位拢做到的啦，恭喜！赞啦，咱2个平手。大姨咯，啊无你甲我，甲囡仔遐囡仔仔，咱搁做伙来溜一遍今仔日学的语词好无？头一项，通拖，第2项，昆虫，安尼大家拢记起来袂？咱后摆再会。